各位觀眾大家好，又到咗逢星期四嘅 K2 搜尋節目時間，我係屈穎妍。近年中國旅遊業好興旺啊，名山大川、世遺古蹟、老鎮村寨都成為咗各省各市嘅重點旅遊資源。譬如雲南嘅麗江古城啊，山西嘅平遙古城、江南嘅周莊、烏鎮等等，都係今日旅客熱門嘅遊歷地。大家可以喺嗰度住喺啲古宅改建嘅民宿嗰度，沉浸式咁玩幾日，感受一下同高樓大廈唔一樣嘅生活，細味下中國嘅文化。不過大家有冇諗過，今日我哋能夠喺呢啲古鎮古蹟嗰度遊覽，背後其實牽涉到好多場嘅文化保育戰爭嘅，靠好多人用命去死守，先換到今日安靜嘅小橋流水。所以今日我就想同大家講下呢一啲世遺嘅拯救者嘅英雄故事。上星期我哋節目講咗香港首富李嘉誠喺福州古蹟三坊七巷側邊起樓嘅事。當年喺李嘉誠手上搶翻呢一片嘅古蹟，阻止咗發展商將三坊七巷剷平起樓嘅，係一個叫做阮宜三嘅教授。其實阮教授救嘅唔止係福州嘅三坊七巷，仲有山西嘅平遙古城、江南嘅烏鎮、雲南嘅麗江等等嘅古建築。冇阮教授，呢啲美景一早就被剷平，成為咗千篇一律嘅高樓大廈啦。阮宜三教授本來只係個研究古建築嘅學者，但係喺80年代國家經濟發展，全國都大興土木，起廠房、起樓房，大家只係想發展、脫貧同埋致富。外資一嚟，推土機就到噶啦，全國個個都喺度嗌話1年1個樣，3年大變樣嘅口號。人人眼裏邊只有發展，冇保育嘅概念嘅。老百姓覺得終於可以搬離開破屋舊宅，住上高樓，有咩唔好啊？地方政府之間亦都要鬥發展，留一大堆嘅舊城，只係覺得係阻礙，拆得就拆。尤其江南一帶嘅古鎮正係面臨消失嘅危機。阮宜三收到咗消息，主動提出古鎮保護嘅規劃。170幾個古鎮，佢逐個跑，逐個去勸，奈何大家都唔領情，人人都係想發展，更加想發達，大家都鬧佢唔好走嚟多管閒事啦，直接將教授掃出門口。有一次佢跑到安徽嘅九華山，睇到一個建於唐朝嘅小寺廟，正係被當地人拆咗，要起一座大型嘅金碧輝煌用嚟賺錢嘅豪華寺廟。原本住喺廟裏邊嘅和尚真係好唔開心。阮宜三心中有怒火，於是就攔下啲村民，沒收咗佢哋嘅鋤頭，將佢哋教訓一番。點知嗰晚瞓到半夜，阮宜三就忽然間喺睡夢中俾老和尚叫醒，將教授喺床裏邊扯起上嚟，一路拉佢拉到去後山嗰度逃走。跑到山上面先知道，原來村民正係舉住火把同埋手電筒趕嚟想捉佢，要將呢個阻佢哋發達嘅人趕走。冇錯，喺當年全國一片發展聲中，留住古鎮古巷古屋古城，根本就係阻人發達。當時唔少人認為保護古鎮就係保護落後。教授嘅護城路絕對係舉步維艱。喺1980年，一則消息就傳嚟啦，山西嘅平遙古城要拆啦。當年47歲嘅阮教授好痛心，即刻走去搬救兵。平遙古城係建於春秋戰國嘅年代嘅，係中國目前保存最完整嘅古代縣城格局。裏邊有198座明代嘅民居，398座清代嘅民居，被譽為古代中國嘅華爾街，係至今有2800年歷史嘅活樣本。但係喺一片發展聲之中，古蹟正係面臨難逃嘅劫數。平遙市嘅文物保護隊隊長就流住淚咁走嚟揾阮宜三。阮教授即刻飛奔去到古城，一睇馬路已經開咗啦，130幾棟嘅建築已經無一幸免俾人拆咗，好好一座古城就嚟要消失。當時政府制定咗一份平遙城總體規劃，打算就喺古城嘅中橫開出幾條大馬路，再喺城中心開個廣場，周圍仲要起商業大街。阮教授話呢個規劃如果實施嘅話平遙古城就徹底玩完噶啦，因為保育唔係咁做嘅，保育係要保持整體嘅原貌，一樣嘅路、一樣嘅建築群、一樣嘅環境，而唔係只保留幾間老屋，然後再起新嘅馬路啊、購物商場等等，呢啲係不倫不類嘅大破壞。於是阮宜三就先揾當地嘅領導啦，叫停咗原來嘅計劃，勸佢話
嗱，冇一道一道嘅城牆，邊有今日連成一道嘅萬里長城呢？佢請領導俾佢1個月嘅時間，重新做過新嘅規劃。阮宜三就即刻返到佢教書嘅同濟大學嗰度尋求協助，學校咧好支持佢，俾佢預支咗3000蚊作為路費同埋食啊飲啊嘅開支，俾佢咧帶12個學生1個月不分晝夜咁揾資料、出圖紙，重新寫過個新規劃。阮宜三帶住12個學生夜以繼日咁樣做規劃，半個月咧已經繪製出平遙縣大量嘅古建築。平遙全縣嘅省級、縣級文物保護單位咧，原來有成70幾個。繪圖完成之後咧，佢仲擔心事情有變，於是阮宜三就連夜冒住大雨，帶呢啲圖咧上京去請救兵。由於當時咧個腦裏邊淨係諗住發展經濟，唔理解點解要保護古城，阮宜三決定上京進諫，只要領導明白咧，保育工作先能夠做得成。阮宜三一個人孭住啲圖紙啊、資料同埋行李，走咗7公里路去到火車站。大雨之下，教授咧走到成身都係泥，然後咧佢係坐夜車去到太原，再轉車去北京，直奔建設部同埋文化部，向有關嘅負責人稟報咗平遙古城嘅重要文化價值。當時北京嘅幾位有影響力嘅老專家咧都仲喺度，包括全國政協城建組組長鄭孝燮啦，全國政協文化組組長羅哲文等等。羅哲文咧一見到阮教授，第一句話竟然係：阮教授，不如你快啲沖個涼先啦。可見當時阮教授係幾咁落魄啊！兩位專家睇完資料之後都傻咗啊！佢哋話咁好嘅嘢一定要保護。阮教授話：咁就請你哋2位去平遙行一趟啦。呢2位專家好熱心，好快咧就以全國政協常委嘅身份嚟到平遙考察。佢哋對省長講，佢哋話阮宜三呢個新規劃叫做刀下留城，係高水準嘅規劃，你哋要認真咁執行。呢個決定咧成為咗紅頭文件，有中央嘅批示，下面嘅官員咧就唔敢再亂拆亂搞啦。平遙古城保住咗。喺呢一份規劃裏邊咧，平遙古城被當作係一個大文物咁整體保護。古城外邊咧另闢新區發展經濟。平遙縣被定性為國家重點保護、具有完整古城風貌嘅旅遊縣城。喺1997年12月3日，聯合國世界遺產委員會咧就正式將平遙古城列為世界文化遺產。2015年更加成為咗中國5A 級嘅旅遊景點。平遙咧亦都由一個窮縣成為咗世界級嘅旅遊勝地。資料顯示2017年平遙縣咧一共接待咗遊客1297萬人次，旅遊總收入咧超過150億，而通過直接或者係間接參與旅遊產業嘅人咧有成8萬幾人。平遙人嘅就業問題咧都解決咗。證明咧阮教授救古城其實同經濟發展完全冇抵觸，更加有幫助添。平遙咧唔單止為中國嘅城市史留下咗重要嘅記憶，亦都引領住全國城市嘅遺產保護。之後咧，雲南嘅麗江等等好多類似嘅古蹟咧，都係用同樣嘅方式被保留落嚟。平遙得救之後咧，地處偏僻嘅周莊亦都面臨住被破壞嘅風險。公路咧已經開到周莊嘅門口，再進一步，周莊水鄉嘅整體格局咧就會被徹底破壞。喺呢個時候咧，阮教授又出馬啦，佢走到去周莊擋住條路，話要喺周莊開路，先等架車從我身上邊剪過去。喺全國各地紛紛拆老城建新城嘅氛圍底下，阮教授咧以刀下救平遙同埋以死護周莊2場戰役咧打響咗全國古城保護戰嘅名堂。後來國家第一批公布嘅全國10大歷史文化名鎮嘅名單裏邊咧，其中5個古鎮嘅保育計劃咧都係出自阮教授之手，包括周莊、烏鎮、同里、陸直、西塘等等。去過呢啲水鄉咧，先明白點解阮教授堅持要整體咁保留。今日我哋去旅行嘅時候，仍然能夠感受到小橋流水人家嘅情懷。阮宜三教授絕對係第一功臣。阮教授點解對古建築咁執着呢？源於佢畢業之後嘅經歷啊。出生喺蘇州嘅佢喺上海同濟大學嗰度讀建築，畢業之後咧就跟隨住教授做實地嘅考察，足跡遍及中國過百座嘅城市。1963年嘅時候，佢已經去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洛陽、西安等等嘅古城，見到呢啲古城咧幾乎完整咁保留咗唐宋元明清嘅城市風光。
嗱，佢哋睇古城唔單止係走馬看花，仲要去檔案館裏邊查睇呢啲歷史嘅資料，所以咧就深感中國古城古鎮嘅輝煌偉大各有不同。於是阮宜三好希望能夠將古城古建築留俾啲子孫後代，保護呢啲古城不被挖掘機毀滅咧，就成為咗佢人生嘅使命啦。阮教授話：佢留住歷史嘅原因就係要留住鄉愁，鄉愁就係每一個人嘅生活痕跡。呢個痕跡你參與咗，你就會有記憶，你就會愛你嘅家鄉，愛你嘅祖國。家國情懷就係咁樣衍生噶啦。好啦，今日節目時間又夠，下次咧大家遊歷古城古蹟嘅時候，請你記住呢個美景背後背負咗好多偉大嘅人畢生嘅奉獻。下星期四再見，拜拜。